大家好啊！今日來到頓局我叫做款呢黃喜騰路前輩初步燒廠店嗰啲初級店裝書記嘅做飯三百王嘅王氏嘅，其實款呢係全山順上放順水，就係用老闆來食。即係睇你嘅天呢，他們落險超上呢，即係烏鴉膽茶。我擔茶呢幾係拍副方盡、超盡呢玩盡都做案噶，其實乾隆呢產盡都做餅噶，隨見女同學呢係往做餅就噶，其實呢係呢乾山順噶，乾山順呢放順水，羅貝數東西啊啲嘅黑白放破股雪咋，大家你幾粒上呢，你來弄我撈佢放，做埋啲粒上佢上呢。咁重大嘅蛙蜆，買個蜆擔個叉，鳥頭呢家嘅蛙，隻個頭呢係碌啊，唔知冇人噴籠啊，又噴籠又，輸收就冇呢個啦。所以呢路啊，半啲黃喜騰路前半啲地角係公啲係淺口噶，唔大家除咗我冇意見選擇啊。